其实饭店里边卖398一份的鳕鱼，做法其实非常的简单。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做一道青椒酱香煎鳕鱼。这个鳕鱼把它清洗干净，两边给它拉一刀，然后用这个干毛巾、厨房纸巾都可以，把这个水给它一定沾干了。沾干后，把它先腌一下，来一点点姜葱，加点精盐都可以，少来一点胡椒粉，加点发料酒，腌入味后，咱们放一边不用。接下来就是这个青椒，把它剁细了，用这个破皮机打一下也可以。然后我们就开始来做，先锅里加点那个花生油，有条件来点花生油，加点姜葱，把它炸到这个焦黄色。再把这个姜葱打出来，再把这个青椒酱倒里边，加点这个辣鲜肉啊、蚝油、鸡精、味精、胡椒粉、鸡汁，把它一起炒，炒香后，咱们就出锅装碗里。接下来把锅烧热，锅支好，锅中加底油，鳕鱼下锅，用中小火来煎制，煎房后翻一面，再给它煎一下，煎到它两面金黄，然后出锅。上面放上这个青椒酱就可以了。小朋友们学会没有？下课。